大家好，我来自中亚的吉尔吉斯斯坦，听过没有？没有。我的中文名叫陈浩南。好，我戴眼镜就是为了保持形象，好吗？你摘了眼镜，形象更好。陈浩南，欢迎你。我今年25岁，25岁，来自中亚的吉尔吉斯斯坦。台上的姑娘们听过这个国家吗？你们都没听过啊？现在应该知道了吧？大家都知道了。跟我们国家的新疆接壤交界，很近。这位是世纪佳缘交易网的向我们推荐的男嘉宾，太厉害了！24位女生对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陈浩南印象如何？请考虑。请选择。谢谢。5号。我比较喜欢就稳重不失激情的那种男生。我觉得你的激情劲儿很够，但是稳重劲儿差了点儿。首先，我问一个问题：什么叫激情？问得很好。我觉得是对生活的热情和一些比较积极一点是吧？你接下来应该问激情的那个激怎么写那个字。4号。我觉得男嘉宾的身材非常好，刚下来的时候就是浑身的那种肌肉衬着这个衬衫，就是有一种不可抗拒的个人魅力。我想问一下，男嘉宾健身的频率大概是多少？锻炼我是经常锻炼的，我是特爱运动的一个人。我们国内有很多的男生其实条件都非常好，但是他们没有健身的习惯，所以身材就没有像就是出过国或者是其他国家长大的人身材那么好。希望那是这话说的，哪个国家都有爱运动和不爱运动。对，你说中国人，你怎么能把中国人说成这样呢？尤其我还坐在这里呢，是吧？这说谁呢？真是的。好，来看第一条。各位朋友们，各位观众，你们好，我来自吉尔吉斯斯坦，我的吉尔吉斯名字叫吉盖范瓦，我的中文名字叫浩南。我朋友帮我取名字，他就帮我取了这个名字，是因为拽好听。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古惑仔的名字。我的工作就是幼儿老师，我发现我特爱小孩子。跟他们聊天，3岁，他就拿着一个女孩子的手，我就问他这个是不是你女朋友啊？然后他就跟我说不是，他喜欢我，但我才想要不要跟他在一起，因为我知道很多女孩子喜欢我了，我就觉得很可爱。小孩子3岁就可以说出这些。我来中国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喜欢中国，我爱中国。我们国家的人特爱喝酒，我的酒量可以，如果按照中国的说法来算，那我就可以喝3斤白酒吧。伏特加我就能几斤。我们从来都不混酒的，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们要把伏特加跟可乐混在一起。我们就是干杯，没有说半杯或怎么样。你拿到了这个杯，你就必须要把它喝完。而且我们穿的都不一样，没有这种，都差不多，都差不多。是因为各个国家的东西，我觉得是中国制造的东西。好，很好难。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每一个阶段台上都有这么几个酒量特别好的女生，台上现在觉得自己能喝的，举手我们看一下，18号能喝，6号能喝，11号你能喝多少？我没醉过，不知道。哎呀，你喝过没有？问题是，你说我没醉过，是因为我没喝过，这不算啊。白酒1斤应该可以。哇哦！这哥们儿说他喝3斤，这个不瞎说的，这个。西亚那边，这中东那边，包括就是前苏联好多国家地方的人，酒量都特别大，而且人家特别不理解为什么要什么雪碧加可乐跟那个洋酒掺一块，人家都喝纯的，滋儿浪费。21号酒量，我酒量还可以，我看他 visa 里面有幼儿园老师，那他会不会比如说前一天宿醉，然后带着酒气去第2天学校里面教小朋友，然后教出来的小朋友都会
5啊、10、15啊之类的。你慢点说，我是实在听不清楚。我问你一下，你是能喝酒还是爱喝酒？我是能喝酒，应该也爱喝酒。还可以吧。你每天都要喝吗？还是1个星期喝1次？那没有固定的，平时开心就喝，不开心也喝。对，那大概。你平常开心多还是不开心多呀？对，平时开心多。对，除了不开心。嘉宾想问你，你会不会喝了酒去照顾这些孩子？不会照顾小孩子啊，我喝不喝都无所谓，会照顾他们。我做幼儿老师，我怎么不照顾他们呢？对啊，但是因为你喝醉了，你怎么照顾他们呢？喝醉了，我估计应该更加会对他们好。哦，你喝醉了是什么样？喝醉了比较温柔，平时很温柔，喝完酒就更加温柔。这个我特别要澄清，我愿意把刚才那话特别要强调说一下。确实，每个人喝完酒之后的状态和反应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就特别话多，我跟一个哥们吃一顿饭，完了最后回家一数，他给了我40多张名片，臭不说话说。但也有些人喝完酒之后就特别安静，他就是那种特别安静的。喝酒话特别多。不要再说下去了，我都着急了。不过话不是那种多说的，不是啰嗦的那种话。不说。没有，他表达意思有误啊。不，好，来看第一条片子。我们吉尔吉斯斯坦的女孩子很漂亮，真的很漂亮。不过她们有点比较坏呢，是她们比较保守，结婚之前不会怎么样，然后结婚当天晚上。你就可以发现他原来是骗你的。很多女孩通过这种奇怪的方式来骗男人，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嫁给别人，因为我们国家的男女比例1比3，女的很难嫁出去，她只能通过婚姻的这个方式来掌握这个男人。中国女孩就不一样，中国女孩她就会直接跟你说，她觉得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不是保守的一个人，你接受我这种人你就接受，你不接受就不接受。其实我来中国之后才真正发现什么叫爱。我跟一个中国女孩子恋了3年多的爱，分手的原因是她要求我结婚，但我还是个大学生。我想找的是漂亮的女人，那种很有女人味儿的那种，好看的，她知道她要什么，比较成熟，不想那种可爱型的。我受过吧，比我大也没关系，我希望是可以比我大的。有几件事儿，我得替他们问一下。我想问一下，你们国家的男人是不是非常介意在新婚之夜发现自己的太太是不是第一次吗？不完全是。你介不介意？我不介意。你不介意是吧？我怎么觉得你好像被伤害和被欺骗过的样子？有人骗过你？有人骗过我。还有一个，我很想问问你啊，你为什么喜欢找比你大的呢？我不是很喜欢那种可爱型的女人。很可爱的人，哎呀，你好可爱呀，好喜欢你呀！我不喜欢这种，我知道，我喜欢有那种女人味儿的那种。他跟那个第一个今天的1号是一种类型的。还有就是他在幼儿园工作，他实在是见多，要真正要那种可爱，那有点腻，天天都这样。对。他也大概是喜欢那种女主播那种范儿。9号。男嘉宾你好，如果说是你的老婆婚前很端庄很保守，婚后很热烈很狂野，不是很好吗？满足了男人所有的需求啊。我的老婆我就喜欢比较保守一点，我就肯定我不希望她看别人。你希望别人的老婆都 open 一点？不。那就是即便是在家里你们2个人的时候，她也要很端庄很保守。不用，跟我在一起不用保守了，跟别人就保守。跟我在一起绝对不要保守。他很在意这个。19号。男嘉宾你好，我想问您有没有跟小孩子交流？比如说你问他有没有女朋友，他的回答有没有把你僵掉过？我遇到过这种问题。他班里面有15个孩子，只有1个男的，全是女的。然后这个男的每一次来上课就不一样的女的牵他的手，我就问他，那个哪个是你女朋友到底是？他就说，其实没有女朋友的。是因为他们喜欢我才拉手，我不愿意拉手，因为我班里面的1个男人，我怕他们欺负我。我在想，你们国家的男女性别比例是1比3，那贵国的男人应该很幸福，是这样的吗？是幸福，是比较幸福。不过，你先问吧。好吧，那这样我们看下一条片子以后再问。
Surtout grâce à lui, j'ai rencontré une personne exceptionnelle à un moment de ma vie. Maintenant c'est fini, mais je lui en suis très reconnaissant.他很争强好胜，在游泳的过程中，只要发现前面有一个人，他一定会拼命的游上去，一定要超过他，得到第一才行。他特别爱干净，比如每天都换袜子，左脚到右脚，右脚换到左脚。Allez les filles, à vous maintenant de conquérir son cœur. 我想跟您报告一下，我们这个台上来过世界上很多国家，得有几十个国家的男女嘉宾。您是第一个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男生，你们国家的第一个。谢谢谢谢。临走之前，有人想知道这位兄弟的心动女生会是谁吗？啊，我们看大屏。这样，我先问一下，你选心动女生的这个标准和原因是什么？她很有女人味，很有女人味，是吧？好，来，我们请10号发表获奖感言。我真的很惊讶，因为我来之前，很多朋友都断定没人选我，所以谢谢男嘉宾，祝福你，祝福你。好，谢谢谢谢。张丽，我告诉你，你隔着朱晓旁边那好乐人，那美国姑娘来几个月了，今天才第一次成心动女生，你今天第一次来，就已经，所以我很激动。啊，好吧。谢谢谢谢，拜拜。有些话没亲口说。很紧张，好玩，很爽。我选10号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她自然的魅力。女人不一定是长得头发好看才好看，我的目的就是找女人，但我估计女人是接受不了我的。那是因为我像小孩，她没了解我之前就拒绝了。了解之后，我估计他会明白，我是个很成熟的男人。我是第一个我们国家的来参加《非诚勿扰》，我感觉十分好，实在太好。虽然我失败了，但我觉得我是第一，那就可以弥补了。有请下一位男嘉宾。